众所周知，艺人黑人陈建州爱车成痴，收藏不少名贵跑车。不过有一台10多年的机车，他却坚持一辈子不卖，背后原因有洋葱，惹哭不少网友。黑人18日在脸书上晒出2张多年前的旧照，并开心写道“3冠王”。原来当时他骑着机车载范范，那台就是经典机车3冠王。只见当年青涩的2人坐在机车上，露出灿烂微笑。有网友看完惊呼一代神车，我天啊，这实在太怀旧了，最简单的幸福经典车款。事实上，3冠王不仅是黑人人生中第一台车，背后还有个感人故事。自从上高中后，黑人就没跟家里拿过任何1分钱，都靠球队在养他，若有奖金他就会拿回家给爷爷。直到考上文化大学后，爷爷因舍不得孙子每天坐车奔波，就替黑人买了人生中第一台车。黑人曾说：“爷爷不在了，3冠王一定要留着，一辈子都不会卖。”和范范刚开始交往时，黑人都是骑着3冠王载对方。黑人曾感性表示，范范从不嫌弃坐机车要风吹日晒，直呼不怕吃苦就是自己如此爱范范的原因。据悉，范范父母当年见到黑人这么孝顺，也被打动，放心让2人交往。